嗱，我食飽啦，你哋慢慢食，單我埋咗噶啦，慢慢食啊。嗯，好。嗱，阿燕，張總嘅工地你交俾樂哥對接啊。細雲哥，呢個工地我跟開嘅，都差唔多完工咯，等我跟埋佢啊。唔使你跟啦，都差唔多完工咯，樂哥搞掂噶啦。哦。翻开日记，整理破碎的心情。樂哥，跟足啲啊！放心啦，我唔會令你失望嘅。嗱，樂哥，我今日咧係俾機會你學習嘗試，希望你熟手之後咧，我忘恩負義啊！更加咧冇將我教你嘅本事嚟同我講條件。知道。食飽未？食飽就啦。即係你哋咁做咪過分啲？按照大鵬哥意思做得啦。喂，陳總啊，上次話你哋公司招人，好啊，唔好意思。怎么会忘了情，让我丢了你，傻傻的，还以为能够在一起，划过了流星，身边没有你，就算梦实现也没意义。大鵬哥，誒，阿燕，坐啊。大鵬哥，得唔得閒？有啲事想同你傾下。暫時得閒㗎，有咩事啊？唉，我都唔知點講。細鵬哥今日架空咗我數成個工作。咁你咪覺得好委屈咧？係啊，我覺得好委屈。我覺得佢冇尊重我咯。其實喺呢個路遙馬急嘅生活中咧，人與人之間嘅尊重都係相互嘅、現實嘅。咁你知唔知道細鵬點解要架空呢個工作咧？可能我哋做老細嘅唔能夠了解到你哋打工嘅心情。咁你可唔可以同我講下你嘅心情咧？我哋打工嘅好簡單嘅啫，希望可以通過自己嘅付出同努力，獲得更多嘅報酬，想得到尊重同認可。阿燕，我對每一個員工都唔會畫餅，希望你哋可以喺呢度揾到你哋嘅價值，創造出價值，更加希望你哋嘅付出可以得到相應嘅回報。你哋做老細嘅都係想員工同你哋創造更多利益啫。但我哋老細對員工嘅要求就係，既要有能力，亦都要忠誠。打個比方啦，就好似你同你嘅另一半一齊，你嘅另一半時時刻刻諗住其他人嘅，你願唔願意同佢一齊？作為一個員工，如果經常將離職掛喺嘴邊嘅，即使你最有能力，都唔會得到老細嘅賞識，就咁簡單咯。要想得到人哋尊重咧，首先係真材實行，有本事嘅人，企喺邊度都會受到人哋尊重。靠本事食飯，飯先會香嘅。對唔住，大鵬哥。針尖唔大，卻吉人最痛；舌頭無骨，卻傷人最深。咁你依家應該明白細鵬點解要架空你嘅工作啦。生活就係咁現實噶啦，生活就係生下來活下去，簡單兩個字，包含咗一生嘅酸甜苦辣。大鵬哥，多謝你同我講呢番話，令我認識到自己嘅不足。做人呢，就要好似仙人掌一樣，你可以唔去吉人，但身上一定要帶刺。大鵬哥，你能力係有嘅，如果你願意留低，同我跟好呢個工地佢。
大鵬哥你放心，我會踏踏實實做好自己本分。多謝你，大鵬哥。你唔使多謝我嘅，你要多謝你自己。總之呢，為人處世要想萬事無過，最好嘅辦法就係以誠相對。